後一位就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咁啊，多謝各位同事啦，即係我哋嘅香港機場咧，一路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啦。咁呢個係值得肯定嘅。咁喺國際都享負盛名。咁而且近年咧亦都多咗好多，即係包括啲文化藝術展覽，最近嗰個咧我都去打個卡攞呢啲明信片。咁啊，希望可以繼續做多啲，令到我哋即係作為一個好好嘅香港嘅一啲文藝創作嘅展覽廳啦。咁至於好多同事都提到嘅一啲危機嘅處理，咁亦都希望日後咧就多啲即係關注留意啦。咁我接落嚟咧就住工程集中喺呢方面咧有3個問題想問。第一咧就係喺呢個 T2 咧，我哋開通咗之後咧 ，T1 我哋呢個即係原有 terminal 咧有冇啲嘅優化計劃？因為我哋都睇到咧，其實有好多地方咧本身係因為唔夠用啦，不停咁加，即係包括例如同P4 個停車場接壤嘅嗰個位置啦，亦都包括即係有啲嘅即係過海關嘅，即係我哋嗰啲出入境嗰啲機咧，其實都有唔夠位置就不停咁加落去。咁會唔會如果 T2 有咗個空間之後 ，T1 可能有啲咩優化計劃可以去做咧？咁樣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係喺我哋成個機場島咧，其實都睇到咧，再靠近海邊嗰度咧，就有一啲嘅商場啦。亦都有即係我哋亞博啦，啲等等嘅商業區，甚至再遠一啲就有即係港珠澳大橋啦。點樣喺利用 T2 嘅嗰個建成之後咧，可以特別係同嗰個商業區商場啊，或者係亞博嗰邊咧，可以有一個更加即係聯繫緊密啲，令到即係一體化即係方便使用，等嗰個整個機場島個協同可以出到嚟咧，即係大家使用上邊。咁呢個第二個問題。第三就係我哋即係有咗即係有三跑啦，有咗更加多相關設備之後咧，我哋會點樣即係或者考慮咧嚇，同我哋機管局本身管理緊嘅一啲其他嘅機場咧，即係特別係內地有幾個我哋管理嘅機場咧，可以有一啲嘅協同去即係增強個使用啊，同埋提高我哋效率咧。3個問題，唔該主席。邊位答？主席3個問題我都係請阿姚總監。姚總監。我簡短答一答。我哋有計劃去最優化 T1 嘅，因為而家個客量多咧，我哋想有啲嘢做都做唔到。咁例如就話而家我哋好多自動化系統咧，我哋想去加嘅或者改咧，咁我哋等到 T2 開咗之後咧，咁有啲客去咗嗰邊咧，咁騰出空間我哋會做。咁其中一個而家都見得到咧，我哋最新一代 X 光機咧，我哋都逐步咁樣改善啦。咁呢個係希望。因為原本嘅設計都係差唔多30年前，我哋會做，係亦都計劃會做。咁第二個咧就係話 T2 同埋我哋所謂我哋嘅航天城嗰個聯繫啦。咁將來 T2 開咗之後有一條連接橋咧，係直接去得到 Eleven Sky 嘅。咁旅客咧就差唔多好似咧 Eleven Sky 好似係一個航站樓嘅一個部分。咁呢個有少少新加坡嘅，又有商業又有航站啦。咁呢個我哋係希望 T2 同埋成個航天城係一體化嘅。咁啊，關於我哋同內地個機場合作啦，咁我舉一個例子咧，就經珠港飛啦。咁珠海機場我哋都管理咗好多年啦。咁我哋都諗緊能唔能夠將珠海啲客人咧係經過方便嘅方法帶到嚟香港，或者調翻轉。咁有啲嘅航班咧，其實珠海有我哋冇，咁啊調翻轉頭有啲有我哋冇。咁我諗下點樣能夠便捷兩邊嘅客流或者貨流嘅流轉。咁呢個我哋會繼續努力嘅會。